沐尘呢？哪儿都找了，但是就是不见大哥。该不会殷昊天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把他给绑了吧？不会吧？没错，邝沐尘现在已经在昊天大人的手里了。你果然是个骗子！这么简单的调虎离山之计都会上当，你们真是太蠢了！快交出我大哥！想要救邝沐尘，冯雨桐，你一个人跟我来，不然的话，他就死定了。雨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沐尘可能会更危险。我自己去，你们照顾好自己。走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救雨桐。他落在殷昊天的手里，你却等于是送死。就算死，我也要去救他。子昂，你是我最重要的家人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姐都会用生命去保护你。雨桐也是我的家人，我一定要去救她。我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好，我亲爱的弟弟。
昊天，你为什么几次假扮铁面人救我跟沐尘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为了得到黑暗神的元神，我必须有龙甲铭文、五色石、女娲之泪、黑玉罗盘4样上古神器。可惜呀，都被你接二连三吸入身体，所以我才会隐瞒身份，一次次的救你。你也知道我现在拥有了4大神器的力量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足以打败你。快把沐尘交出来！沐尘！你的力量越强大，他就越痛苦。雨桐，别管我，只要我死了，他的计划就会彻底失败了。不可以，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被他折磨而死。你们任何一方想死，我都会让对方先死。所以，你最好乖乖的听我的，把神器给我，我会饶他不死。好，我答应把神器给你，但你要答应我，把沐尘放了。雨桐，别相信他，他是骗你的。住手！我给你就是了。能量啊！召唤计划终于可以开始了！叶昊天，你说好了要放了沐尘的。我有说过吗？沐尘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相信他的。没关系，雨桐，是他太卑鄙了。他为了神器，什么都可以做。沐尘可是黑暗神的肉身，整个计划都是为他准备的，我怎么可能放了他？你骗我！为了一个男人，竟然相信杀了你母亲的仇人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别碰我！我的妻子曾是最强大的昆仑巫女，她选择跟我在一起，我们本来要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，可是就是这些号称正义人士的除妖师杀了她和我的孩子，所以我要得到黑暗神，毁掉这个世界，让变异人成为主宰。我是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的。雨桐！你知道吗？你的母亲曾是我妻子的转世，她选择了跟正义人士那边。你呢？要不要选择跟我在一起？放开他，不然我用内力杀死我自己！沐尘，你现在知道你有多重要了吗？
计划的关键。我死了，你就得不到暗黑元神了。你放心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了他？她可是我妻子转世的女儿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放了她。她为了你能乖乖听话，我真该谢谢你。玉童，玉童，对我来说，你活着比一切都重要。沐晨，我爱你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为了你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快起来。来，我们该走了，不然赶不上飞机了。什么飞机啊？沐晨呢？什么沐晨啊？车都在外面等着了，赶紧走吧，走。哎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去度蜜月啊。蜜月？我们昨天刚结的婚，当然去度蜜月了。走吧。结婚？你忘了吗？你说你要做个全职太太，你都把工作给辞了。啊，我们还要造一个蜜月宝宝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1号天的召唤计划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阻止他才行。雨桐，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，惹你不开心了？我知道，我们从小玩到大，从恋爱到结婚，虽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，都挺平淡的，但我们也很幸福啊，对不对？难道我把梦当成真的了？哎呀，不要不开心了，我们走吧，赶紧走。哎，目的地是哪儿啊？马尔代夫啊。高中的时候，我被一个男生甩了。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么久的事了，我怎么可能记得嘛？他叫钱瑞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你还说，如果我40岁还嫁不出去，你就必须娶我。没想到我们这么早就结婚了。这说明啊，我们的理想提早实现了。你不是徐子昂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不是子昂，还能是谁啊？那个男生根本就不叫钱瑞。我们约定的年龄是30岁，不是40岁。子昂是绝对不会记错的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识破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在我给你编织的美梦里，如果你没有遇见沐晨的话，这本来就应该是你的真实人生。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那个约定，只有我们2个知道。看来要编织一个骗人的美梦也很难呢。快解除梦境！我不会让你逃脱梦境的，我不会让你破坏1号天的计划。放我出去！徐嘉玲，有本事你出来跟我单挑！
我弟弟那么喜欢你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明天就是血月之期，到时候召唤之术成功，沐尘就永远属于我了。可恶！邝沐尘，他一早就知道你在用催眠之术骗他，他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你。胡说！胡说？我没胡说。你想啊，如果他喜欢你的话，当初何必要抛弃你呢？他离开我是因为他怕伤害我，他怕伤害你。徐嘉玲，你别在这自欺欺人了。他呀，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你。你给我闭嘴！好，你说他喜欢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了吧？有证据的话，你说啊，证据是什么？你还说？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嘉玲，对不起。快滚出我的体！快滚出去！徐桑，徐桑，徐桑，雨桐，你没事吧？我正准备去救你呢。我没事。就算你从梦境里逃走也没有用，我不会让你破坏我的计划。姐，你怎么变成变异人了？为了跟沐尘在一起，我必须成为最强大的变异人。你被殷昊天骗了，沐尘马上就要死了。胡说！姐，我自从被女娲之泪救了灵魂之后，我就有了看见未来的能力。我看见殷昊天吸走了沐尘的元神，他灰飞烟灭，死了。我不相信。嘉玲姐，你难道连自己亲弟弟的话都不相信吗？我的4大神器已经被殷昊天骗走了，你觉得他会是那种言而有信的人吗？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姐，不相信你醒醒吧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嘉玲姐，在你的意念空间里，我看到了你的回忆。邝沐尘，他一直都很爱你的。姐，嘉玲，我爸爸早已跟我说过，我和你命格相隔，可我偏不听，偏要和你在一起，把你害成这样。对不起，为了不让你再受伤害，我会离开你，但我的心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会永远爱你。嘉玲姐，你太过执着于得到沐尘，反而忘了爱的初衷。是我害死了他。他还没有死，我们还可以救他。姐，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做的是阻止殷昊天的白煞部队。那我们还需要多2个帮手才行。殷昊天 ，XT 病毒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变异人的供体我也准备好了，计划什么时候开始？随时都可以开始，但是我要先见到我的老婆。不着急，
等白煞军队完成以后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见到他，我是不会做任何事的。老婆，你怎么样，老婆？我被关在地牢里好久，我好想你啊！好，快起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让你受苦了。别怕，我们马上就能自由了啊！供体都在这里，你可以开始了。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溯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越怕不值得，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。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过，眼睛红了又有